炒股唔使驚，彬哥喺大廳。散戶亂操作蝕錢嘅3種經典情況，呢個係我睇咗深圳大部分朋友嘅賬戶情況總結出嚟嘅。睇到呢個視頻嘅老友記可以對號入座。第一種，踏空，散戶踏空比佢蝕錢仲要難受。當你睇到短線嘅環境特別好，但係前排你又買唔到，然後第二日開盤又直接加速拉板，有啲甚至直接一字板，你睇到其他人都喺度揾錢，自己就踏空，心裏面就好難受，心態開始變形，影響你嘅判斷，後面入埋晒啲唔三唔四嘅股票，最後蝕錢被套。第二種，指數走得好好，但係短線嘅情緒呢一般。其實好多時候啊，我哋做短線同埋指數嘅關係其實係唔大嘅，但係好多人呢個時候就會被指數迷惑，就好唔理性咁樣衝短線嘅股票。喺某啲時間節點上啊，指數同埋短線佢係唔共振嘅，所以等你衝短線票嘅時候，指數下跌，短線嘅情緒呢走得更快，造成你蝕錢。第三種，呢種就好經典啦，大蝕之後或者自己處於蝕錢嘅階段，衝動情緒上腦，唔理咩票，帶住情緒無腦買入，最後蝕錢收場，賬戶嘅錢呢亦都越嚟越少。老友記，咁你又屬於邊一種呢？我係彬哥，喺廣東深圳，得閒飲茶，為語財經點讚。